經節講，在那個使徒行傳42節，呢個特救在天下世間裏的某一隻名，曉本這個特救，除了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才曉本這個特救。萬人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得到了特救嘅路。嗱，羅馬書10:10節人講到。因為到你心中的相信，你得救；你口裏承認，你得救。所以讓人自己嘅心裏係相信耶穌基督，自己口裏去承認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自己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因為在天下世間裏的某一隻名，曉本人類得救，除了在耶穌基督。但係呢，因為耶穌基督就係上帝嚟了世間出世。按道呢一名都係死在十字架贖人類嘅罪，所以呢一名就係我們得自家得救。呢一名耶穌基督嘅名就係大家罪塌塌，因為到耶穌基督嘅名在十字架嘅贖了自家罪惡嘅方面，從呢罪惡塌落嘅方面，佢贖了自家一個生命，挽了呢個罪惡嘅方面，自家變義人，萬人相信佢得到原諒罪嘅方面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